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网红贵妇奶奶，甲伊的前男朋友黄柏健洪指控，连钱10亿钱款的走到加拿大美足7年。顶个月，伊主动来提交着清字文和检调，讲要来投案。到伫今仔日透早5点外，坐无人机回到桃园机场，人一个落地，随后检调人员逮捕扣手铐，带去门口经。当年连钱案的被害人是透过律师讲，希望检调会当来清查贵妇奶奶是毋是有藏财产，互因会当摕到赔偿额。出现伫桃园机场，伊就是甲前男朋友黄柏健涉嫌吸收10亿资金，走去加拿大足7档的网红贵妇奶奶。有带危险物品吗？一路得到好调查局人员扣起来，贵妇奶奶穿西装外套、白色的裙加白鞋啊，甲英国打扮比较起来，较无遐贵气，连卡网嘛是简单型的。拢保持微笑，无讲话。伊规身躯的打扮，和律师质疑讲，这身打扮看起来敢是凊彩穿的。眼膜头毛特别染过，白裙白鞋啊，敢若是咧暗示自身的清白。绑一个头毛尾，挂乌孔目镜，想要淡化英国形象。黄柏健会不会回来？2018年，贵妇奶奶甲前男朋友黄柏健开医美诊所，发生财务危机，两人同一年11月份钱款的走去加拿大。2019年，和检方通缉。2024年，黄柏健的爸母先转来台湾，贵妇奶奶伫1年后寄出千字文和检调法冤枉。今日透早坐飞机转来台湾投案。贵妇奶奶随行送去台北市调处，才搁互带去北检复审。回台前，伊寄予周刊的千字文，切割甲前男朋友的关系。强调讲只是暂时的出境，要针片针对前男朋友家族的恐吓甲威胁。强调讲无诈骗，无什么10亿的代志，嘛无参与诊所的经营甲管理。强调讲转来台湾的原因主要是爸母已经坐回啊。看在当年受害人的眼内，这拢是贵妇奶奶的手段之一。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营造无辜啊、可怜啊，好像他也是受害者。希望说司法机关能够至少就是他隐匿的财产，就是有机会可以赔偿给被害人们。贵妇奶奶被控告讲吸收资金走去国外，即马转来台湾，毋但都要接受司法的调查。被害人要求赔偿部分，提供要有1亿3千万的债务，拢要一一去面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